高雄寿山有民众讲，最近这半年，伫寿山接待到有人骑一种电动独轮车来到这个山顶。寿山是国家公园，安尼骑敢无违法的？这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就表示，除了公务车，这公园内面敢若限定特定路线有开放铁马会当骑，其他的车是完全禁止的，请民众唔通违法。 民众骑电动独轮车速度更加亲像一阵风，目前连年都无看录影。影片是山友去爬寿山翕落来的，伊是定期高雄的香港人，定去爬寿山。不过这半年来，才看到有人骑电动独轮车来爬山，有时阵车向向对人的边仔过，互伊感觉真危险。嘛奇怪，安尼敢无违法？咁如果個車速太快，或者登山人士冇留意咧，就好多時會發生呢個意外嘅。咁我都希望就響呢啲咁嘅路面啊，有啲提供多啲嘅指示牌啊，等啲駕車人咧就留意。 山友表示，因為咱壽山登山口無樓梯杆啊，佮有停車場，騎電動獨輪車的人較接對遮去山頂，若是違法，愛加強禁止的告示。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表示，除了公務車以外，園區敢若一條特定路線開放鐵馬來騎，其他車種全面禁止。這是因頭擺看到電動獨輪車出現佇壽山，後續會來加強巡查甲禁止的公告，請民眾唔通違法。 元和社跟志宏池这边都不是我们国烧山的管辖范围，那不过它可以延续到我们的园区道路。那我们会加强前，我们已经有跟警察保区这边合作了，就是说我们会加强在这附近巡逻，再进行加强宣导的部分。山友讲，那独轮车有铁马路架嘛，骑不离要紧。主管处表示，110年开放铁马疙瘩，最近因当咧检讨需要改善的所在，包括独轮车民众欢迎的部分，主管处拢会列入检讨。记者郭阿如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